念啦！你既然你咁叻，你念啦念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3米滴答，我係詩織。玄學家七仙羽七師傅與藝人郭奕森因合作節目《七救星》結緣，七仙羽更收郭奕森為徒，為其取名八仙羽。兩人曾多次合作，關係親密。然而近期雙方因金錢糾紛、活動安排不公等問題公開互撕，引發媒體與網友熱議。師徒關係破裂嘅起因係七師傅喺 ViuTV 節目《晚吹怨女俱樂部》中暗指某女星反骨，郭奕森認為影射自己，隨後透過 YouTuber 五仔嘅頻道公開反擊，指控七仙羽喺合作期間涉及金錢糾紛與不公平對待。爭議核心包括贊助費去向同剪彩酬勞爭議。郭奕森指控七仙羽喺師傅七刀識唱笑我演唱會中，以捧紅為名，透過主辦方要求男友贊助20萬，但係事後佢質疑款項去向不明，懷疑七師傅私吞，即係落格。此外，郭奕森聲稱作為贊助商女友及演出者，卻被安排與他人共用化妝間，着淘寶服裝，感到不受尊重。七仙羽強調自己未經收贊助費，全由主辦單位處理，並要求郭奕森男友出示支票證明收款方。佢更稱搞過演唱會嘅人都知贊助費冇可能藝人自己收，暗示郭奕森誤解流程。郭奕森透露，為平息先前糾紛，曾支付七仙羽10幾萬元大利是，邀請佢為男友公司剪彩，但係事後七仙羽卻喺節目中影射佢反骨，令佢覺得深感被背叛。七仙羽未正式解釋剪彩費用用途，僅暗示事件另有內情，未具體說明。郭奕森指控七仙羽向媒體洩漏其男友背景，包括稱對方為億元男友，後續生意失敗被遭豪門夢碎，甚至指佢因未着指定服裝而搶風頭。他強調自己多次忍讓，最終忍無可忍先公開反擊。七仙羽否認爆料，反指郭奕森早前帶男友到佛堂參與慈善活動，若有意洩密，一早就可公開，並強調自己從未出賣任何人。不甘沉默嘅郭奕森選擇通過 YouTuber 五仔嘅平台大爆料，從法事細節到剪彩紅包門，師徒互撕從娛樂圈蔓延至網絡戰場。部分網友認為郭奕森鐵錢馬彈手，質疑七仙羽處理贊助嘅透明度。都有支持者認為七仙羽作為公眾人物，應更謹慎言行。有評論指出，部分報道被質疑偏袒七仙羽，例如未充分呈現郭奕森嘅證據，或淡化金錢爭議。七仙羽於5月初捲入另一風波，網傳佢因詐騙被捕，但係佢強硬反擊，稱係俾人搞。即係首先啦，有一個造謠嗰個網台啦，即係嗰個 YouTube 嗰個頻道啦，每一日都係不斷嘅造謠嘅，不斷嘅造謠、誹謗、造謠，咁咧都講嘅都係大話，都唔係事實。並貼出對話記錄自澄清白。郭奕森則持續透過社群媒體發長文，強調追究嘅唔係錢，而係尊重與公平，並呼籲公眾勿斷章取義。雙方互撕雖然帶來流量，
但係長遠可能損害個人信譽。真相仍喺迷霧中。呢場糾紛撕開娛樂圈師徒關係嘅利益暗面。當風水師改運遇上現實利益，師徒情分係咪注定脆弱？七仙羽已經放風話法庭見，而郭奕森堅稱手握證據。屏幕前嘅你會相信邊個？呢期視頻就到呢度，3米迪答仍有好多精彩嘅視頻等住大家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下呢個啷啷掣，開啟所有通知。我哋下個視頻再見，拜拜。